小姐，太凉了，别吃太多，就这一块，没事的。这还要吗？这有什么用？能腌着吃。他不会拿的，那些瓜是给文人雅士准备的，他若拿了会被赶出寺去。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以乞讨为生，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爷爷。若不是这个孩子，老人家熬不过上个冬天。这寺里的和尚见他可怜，才默许他入寺乞讨。你认识他？我教过他认字。家里都这样了，认字有什么用？读书认字才能明理通识。命运若苦，唯有自救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你怎么不吃瓜？我也不能吃。瓜不是给文人的吗？我不是文人。那你是什么？穷酸。公子与我同坐，会被世子名流笑话的。我是草包，被笑话早就习惯了。那公子倒是一个光鲜的草包，金玉其外罢了。你也是来参加变难的？穷酸没资格入场。那你来干什么？看书。来寺里看书？嗯。那些文人雅士常给寺里送钱，偶尔也捐书。我来的多了，便能找和尚借几本看看。为什么要给寺里送钱？求财、求运、求姻缘。不向书里求，倒向寺里求。公子请看水池里。佛法求智慧，求解脱，跟往池里扔钱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不在乎佛法修行，他们只求眼前财。那不是舍本逐末了？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公子就不是草包。大师傅让我捡几枚铜钱。去吧。这寺里的和尚人还不错的，也是慈悲。小姐说变难快要开始了，该过去了。嗯。你真不去？不去了，会被打出来的。走吧。小贱种，谁让你来捡许愿钱的？寺里说只捡几枚，不打紧的。还敢顶嘴？站那，让你顶嘴！这可比偷壶有趣啊！啊！我不敢捡了，我再也不敢捡了。现在求饶也晚了。只是捡几枚铜钱，何至于此啊？你又是哪来的寒门猪狗？陈哥哥，没事的，我不疼。砸到你了吗？你又是谁？本世子从北凉而来。北凉，徐凤年。他没来。他应该已经在寺里了。那他为什么不来变难？
今日报国寺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？在场都瞧见了，你偷袭本世子，图谋不轨，我无奈之下只好拔刀反抗。我砸的是他们俩，还信口雌黄。知清谈变难，全江南文士汇聚此地，你怎敢行凶？就不怕国法吗？你知不知道琉璃亭死在我手里啊？就是他呀！这么多天了，府衙也不找人，我想这是江南太好客，我多杀一个也无妨。这和好客有什么关系？不可！你要救他？你能杀了他全家吗？杀了他，你可以扬长而去，但这丫头走不了。对方家族不敢报复你，可他怎么办？我走了之后，你要是敢找他们麻烦，我就回来，明白吗？贵姓？在下陈希亮。陈希亮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变难的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变。何为王？何为霸？以德行人者王，以利假人者霸。既然知道，敢不敢与众人变难？我陪你去那边院子，谁要说你没资格，我手里有刀。你先回家吧。不，我跟你一起走。那你在寺门口等我，把鞋子脱下来晒一晒。去吧。我跟你过去。我以为你会拒绝。我不傻。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麾下的走狗，才能保住我跟他的性命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北凉徐凤年，天下第一纨绔、最跋扈的草包。像你这样的草包，天下多几个才好。王道立于德，霸道求于利。霸者虽能辟田野，食仓廪，终是以利服人。严刑罚，明法令，威令行事，尊君卑臣，故能兼并天下，可成大国。然而此般行事，一生尽力暴虐之心，天下无亲，人伦皆丧。宗庙有覆亡之危，礼数有崩坏之险。古之王者，人渺天下，教以爱，食以忠，不夺民食，正有荡荡之德。天下有道而生，民皆乐也。放屁！我换个文雅点的方式，他刚才说的这些，全都是废话。徐凤年，尊王见霸，都是扯淡。别都看着我，我不会说话，他替我说。清谈变难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口的。你说你的，谁不让你开口，我就不让他开口。我要说的很简单：若能经世，义必有利；若可济民，道必有功。因为霸，故本于王。满口胡言！王霸并用，此等事公心态，只会毁去儒家根基。
若世上只剩蝇营狗苟，我辈当哭500年后。若不能故吏，不能济民，哭500年又有何益？当下百姓食不果腹，他们该向谁哭去？荒辈之论，鄙俗之言，这还算什么清谈辩难？天天轻谈，除了怀念所谓的先故盛世，还有何作为？引经据典，话说的倒是漂亮，能让百姓多吃1碗米，多穿1件衣吗？只有争论不见形势，有害无利，轻谈误国，就是从你们开始的。你放肆！一派胡言，说的是太无理。给我好好说话。你是什么人？北凉徐凤年。就是他是对呀，就是他杀人一个个话说的听不懂，看见刀倒是知道害怕。你接着说。我找了些当年灭楚的老兵，让他们看看徐凤年身后的那些女子。不用了。你怕了？国战未起时，我去过楚国王都，曾见过楚国王妃，这张脸和当年王妃几乎一样。是楚国公主？应该是。你家族兄就是死于楚国王室之手。没错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还不赶紧动手！你杀楚国公主，我杀徐凤年。你以为卢家会为了你去得罪北凉吗？你不敢复仇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是杀了楚国余孽，或许会激怒徐凤年，到时候我就把你交出去，用来平息北凉怒火。卢家绵延至今，靠的不仅仅是有仇必报，也要学会和光同尘。你背信弃义！动手吧。所谓义利，未必就是背驰之道，单纯求得不明律法，只会让天下大乱。你们追崇远古之事，可沧海桑田，人心早已不古。所谓王道者，民民无声，那还不如官吏施政清明来的有效。这就是北凉的处世之道吗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好。世子，这是想和天下读书人为敌呀！别老往大里说，江南不是天下，你们也代表不了读书人。小叔，这是琉璃亭的遗孀，她借报国寺清谈，是为了刺杀世子，我替世子把她擒获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先生？诸位，后宴稍后，事后卢家自会赔罪。走吧，这回去早谢谢这事。世子和江南文坛闹翻了脸，京城那边应该放心让你接手北凉了吧？大事做完了，该聊聊小事了。怎么算小事？国运是大事，家仇是小事。他是谁？我家侍女啊。世子应该知道卢家和楚国的仇怨吧？这和他无关。世子只要把他留下，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凉之主。朝中若有风吹草动，卢家会给世子送来消息。
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，如何取舍？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是不难，我不换。你不劝劝他吗？小叔这些年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任何其他事情，我一定站小叔这边。唯独凤年的选择，我从来不劝。他选择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，不然怎么算得上姐弟呢？世子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把他拿下，我会亲自送你离开。我大概不是你的对手。世子只要把路让开，卢家会给你补偿。我也劝你一句，你敢动他，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，说到做到。当年灭楚之战，卢家是死了一个嫡长子，但为这一个人，换家族覆灭，值得吗？当年要不是族兄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战吧。嘿，走走。怎么？你也想继续变难啊？我等人。走开！我答应陈哥哥在这等他的。这位先生，今日变难已经结束，请回来。拦住他！世子学武不久吧？是也觉得本世子太天才。确实是天才。王重楼虽然把大黄庭交给了你，但是他教不了你刀法精髓，武学心法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就有了大家气象。世子将来或许能成为天下前3之列。我也觉得卢先生剑法高深，既然大家彼此欣赏，要不然别打了，把人交给我，卢某自然收手。卢先生什么条件？之前说了，卢家会支持世子继位北凉。不够啊！世子请开价。徐骁6义子最可怕的那个是谁？你应该知道。陈之豹。卢家替我杀他，我把人交出来。陈之豹深得北凉军心，武功心术都是卓绝，不好杀。陈之豹不死，我怎么接手北凉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最好立个字据。卢先生可带了纸笔？寺内有。
你们先出4，找宁峨眉他们会合。高阁寺被围了，出不去。唐熙进行的箭手为箭。我还以为这外号说的是铸剑之术，既是铸剑之术，也是用剑之法。弟子放心，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世子。两袖青蛇，剑神把这个都传给你了，才入门，这也是你的极限了吧？谁？儒家私事，外人请勿插手。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向左一步，长剑横掌。一翘可挡，退2步，剑成手势。你能看穿人心。直刺，收剑横挡，后退3步，我偏要多退1步。我不会读人心，我只是说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，是你自己非要多退1步。你扔出那颗石子的时候，就已经算好了我最后落败的这一步。人心如炬，官子无敌。你是曹长青。我记得你那族兄。当年他就是死在了楚人的手里，如今我被你杀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下杀手了，只是昏迷，
多谢曹前辈援手。西楚罪臣曹长青参见公主殿下。卢白洁要杀殿下，是为报仇，合情合理，所以臣拦他，但不杀他。然而，殿下千金之躯，徐凤年却当作侍女，此等羞辱，臣感同身受，无内如焚。殿下流落敌手至今，臣未曾得闻，是为重罪。有幸今日重逢，就用徐凤年人头替殿下解恨。你认错人了。殿下也许忘了，臣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，见过殿下。虽然年数已久，可认错天下人，也不可能认错公主殿下。公主，您慢一点。小公主，慢点儿。齐战叔叔，你快来追我呀！小公主，别摔着，我来了。齐兆叔叔，殿下稍待，臣先杀此人。齐兆叔叔，他待我不错。殿下被蒙骗了。你母亲是大楚3000剑士之首，我自然见过你。晋安王把我当作棋子，刺杀徐凤年，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，他对殿下真的不错，并非欺瞒诓骗。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殿下还活着，实在是天佑我大楚。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。你真有这本事，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？兵者必时急需，北凉为兄弟，不可轻闯。你连皇宫都闯了，北凉之险，远胜离阳皇宫。你怕北凉？若知道殿下在北凉，我早就去了。殿下，这些年您受苦了。我其实还好。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？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当然是随罪臣归楚了。西楚早就灭国了，可楚人犹在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？当然，不仅仅是我。大楚幸存之事，已然汇聚蜀地。如今蜀地纷乱四起，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绝望已久，他们在等公主带他们回家。不行，我不放人。我没问你，他是我的。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长青要带人走，天下谁能挡我？两袖青蛇，李淳刚。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不用你说。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？你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一直都在。对上卢白金的2刀，马马虎虎有点样子，之后就乱七八糟了。带一边去，回头训你。
今天就算是王先知亲临，也休想拦我。你老了，说甚废话！齐赵叔叔，殿下，能不能不要动手？曹长青，听凭殿下吩咐。齐赵叔叔，我能不跟你走吗？公主殿下，如果您留下，只能是一个侍女。这样的身份，他会娶你吗？我没说要嫁他。等一下，既然不打了，要不别站在这儿说，找个地方进屋说。也好。青鸟，你去外面找魏爷爷和宁峨眉他们，让他们守住报国司，不要让人进来。我死之后，请世子放过4万那个小丫头。你为何会死啊？曹长青现身，蜀地乱局将起，天大的事情都被我听到了。我若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投入北凉麾下，就不用死了。我若走了，那小姑娘就没人照顾了。把她一起带去北凉。她爷爷瘫痪，加上重病，无法远行，所以老人家去世之前，我不能离开扬州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留下照顾她。留下？拿着，这些钱可以给老人治病，等老人病好些，雇辆马车一起来北凉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走？没架打，你留着也没热闹看。你就不怕我传扬出去吗？我要用你，就会信你。陈希亮，见过主公，请主公在北凉等我。不管多久，北凉会等你。觉得这书生可用？可用。真不怕他卖了你啊？士族和寒门在扬州如天地之别，他若想要希望，就只有到北凉去。哥哥若是踏入历史的泥泞了，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吗？只要爷爷没事，陈哥哥去哪儿我都陪着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等爷爷好起来，我们就离开江南。去哪儿呢？往北去。见过宰府。你来了。宰府相召，岂敢不来？宰府好享受啊！啊，我不喜欢清贫养民那一套。我要让读书人看了心生羡慕，激发起他们往上爬的愿景。
不认同。这种事儿，我哪敢评论呢？我听说曹长青出现在扬州，有这消息，最后见到，好像是往阳城去的。徐凤年也在扬城，或许可以造势吧。就说北凉和曹长青他们。不，再等等。你那先别急，看看曹长青和徐凤年会不会遇上，遇上了，又会是什么状况？好，有消息，尽快的送过来。宰辅放心，去吧。宰辅果然勤政啊，把公务都拿到家里办了。啊，把奏章带回府是不太合适，但为国理政也顾不了这些琐碎的规矩了。成大事不拘小节，宰辅好气魄呀！楚国义士潜藏蜀地，苦等公主久矣。徐凤年极有可能是下一任北凉王。黎阳皇室应该会送一个公主给他。北凉虽强，但终究臣属黎阳。江宁走不走跟徐家有什么关系？公主若随我入蜀，便是民心所向。待聚拢旧部，便可重归西楚。而黎阳多一个外敌，北凉地位更加稳固。其次，成了楚国女王，你才能真正和徐凤年身份相当。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曹前辈，我能说两句吗？第一，养寇自重的事儿，我北凉不会做。第二，北凉秣马厉兵是为了守天下太平，从没有想过叛乱谋逆，让刀兵再起。如此迂腐单纯，怎么能做北凉王？视人命如草芥的大人物已经够多了，我偏要做一个有底线、会迂腐的北凉王。公主怎么选？我没想过做大人物。不是大人物，您是西楚人最后的希望。公主忍心看楚人就此沉沦吗？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您身上流淌的血脉为您带来荣耀，也生出责任。公主，王族无权逃避。够了，不要逼他。世子若交还公主，我可以替你杀陈之豹。江泥不是筹码，不管你给我什么，我都不换。你想强留公主？她自己的命运，让她自己选择。你想过回家吗？做梦都想。楚国亡了，我们这些人就像浮萍断了根系，从此无依无靠，再也寻不到归处，也寻不到去路。若能与楚人重聚，家乡也就不远了。但是殿下，这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不欠我们，因为你不仅仅是公主殿下，你还是我的朋友。公主，我尊重您的选择。
和你走。江宁，其实我习惯了当一个侍女，每天读书赚钱，几枚铜钱，买些胭脂水粉，我就能开心好久。偶尔偷吃糕点也不会让你发现。这样的生活很简单，可是我很喜欢。喜欢就留下。可是齐兆叔叔说的对，我有我的责任。太多人期待着我的出现，期盼着绝望里能看见光明。我经历过绝望，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光明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我是江妮，是你的侍女，我也是西楚公主，王族血脉。罪臣曹长青，民女于右威，拜见公主殿下。我的第一个命令，就是你们二人以后见到我无需下跪。公主，礼数不可废。齐兆叔叔，你要抗命吗？罪臣不敢。公主，我们这就启程。我会离开，但不是现在。殿下何意？江南下一站是龙虎山。是。这次东行除了武帝城，最危险的就是龙虎山了。我想先与他同行，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随齐兆叔叔西去。我不是为徐凤年，徐家毕竟护我性命，这恩情该还他们。但是殿下有2个问题。齐兆叔叔，请说。第一条，我已然落面，殿下就不可能再光明正大的和徐凤年同行，否则真成了北凉和西楚联手，溧阳皇帝不会放过徐家。那我假装和你离去，然后一路暗中随行。也好。第二条，这徐凤年怎么办？把西楚公主藏在身边这么多年，徐家怎么向皇室交代？这倒不要紧，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尝试刺杀徐凤年，一查就能查到。由此推断，很容易得出我一直在隐藏身份、蓄意报仇的结论。殿下一直在刺杀徐凤年，为什么？因为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。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？关键时刻是拿我的命换东西。我以为徐骁会要我性命，所以从小就试着刺杀徐凤年。就算徐骁居心叵测，那跟你杀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男人都是笨蛋嘛，这还不明显啊？江妮知道自己会死，所以不停地刺杀你，是为了让你恨他怕他，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，你会难过啊。你的刺杀从一开始就是因此而起。先不说这个，我刚才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：若徐骁真要对我不利，那他会这么凑巧让我偷听到吗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也觉得是。我觉得徐骁是故意让我听到这些话的。还有，我一次次刺杀他，真的能瞒过徐骁吗？他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？徐骁常说，为达目的不惜代价。这一行，你们2人恐怕就是代价。我一开始是以为徐骁会把你们交给卢家，可现在想想，齐兆叔叔出现，如果我们跟他走了，那这么多年的刺杀就恰巧为徐家打消了猜疑和隐患，有这么巧吗？因为有你们在，所以刚才他没杀我。
我和于右威真正的作用，其实是在这里，而不在卢家。曹前辈，你为何会来阳城？我是为了殿下而来。你怎么知道江离在我身边？我不知道殿下是否还活着，但我找到了这个神符。对，神符是西楚重宝，我在路边的商贩手里发现了它，于是顺着线索，一路找到这里。神符不是在您手里吗？被人借走了。谁借的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魏爷爷跟您说是徐骁找您借神符。魏爷爷与我同行，原来是为了这一刻。是徐骁设计一切。今日之后，你被带走，楚国公主再现，黎阳再生大地，而北凉的地位就越发稳固。飞鸟不进，良弓不藏。徐骁故意容忍公主刺杀，就是为了以后让全天下都知道徐凤年和公主势不两立。如此一来，皇室更加放心。这世袭罔替的北凉王不给我，还能给谁？这一切，都在徐骁谋划之中。这布局甚至从小时候就开始了。徐骁啊，是个好棋手。哼哼，你不是官子无敌，棋艺无双吗？怎么这会儿倒成了人家的棋子了？西楚覆灭，上一盘棋已经走到绝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做过棋手。如今寻回公主殿下，重新开局，且看我与天下英雄失手。殿下，该走了，先造成您被我带走的假象。龙虎山之后，我才会真正离开。就这么走了，有点假。哎，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我懒得猜这么话里藏话。既然遇到剑神，怎能不领教一番两袖青蛇呢？两袖青蛇，动手了。我居然没死，曹长青呢？曹长青认出江离是楚国公主，勃然大怒，对凤年动手了。幸好李前辈及时赶到，与曹长青交手一招，谁胜谁败？平分秋色。曹长青把江离和于右威带走了，李前辈护住了凤年，不曾追赶。果然是楚国公主，可惜没看见曹长青和剑神交手。世子人呢？就在院里。卢先生醒了。他们仅仅只过了一招。是，仅仅交手一招。天人临凡，也不过如此了。谁能想到，人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？卢先生既然醒了，还对我动手吗？卢家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北凉决裂。今日之事，说到底，都是他的怨恨所致。一切都推给他，总要有人承受怒火。我没有怒火，他恨我是理所应当，算不上死罪。世子宽仁，让人钦佩。我姐选择留下。如果卢家不想和北凉决裂，请善待他。世子放心。
我最后送你一程。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魏爷爷从李前辈手里借走神符，可把神符送到曹长青眼前，再制造线索，让他自然而然找到报国寺的，应该另有其人。魏爷爷初到江南，并没有这样的手下。还有呢？曹长青现身时要对我动手，我记得大姐始终面不改色。你知道有江泥和于有为在，曹长青不会杀我。就算江泥拦不住他，你也清楚，李前辈没有被骗。今日一切变化，都在你预料之中。江南布局，是大姐掌控一切。我并没有掌控一切。女刺客对你下手，就不在我预料之中。当时真的把我吓坏了。你知道江泥是徐骁的戏子，是要送还给曹长青的。我知道。可你一直没告诉我。这些年，我一直看着江泥和你。我和你二姐相继离开北凉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是江泥陪你走到了今天。凤年，相信大姐，只有这样，你和江泥的未来才有一线希望。姐，你瞒得好辛苦。姐虽然身体不好，这儿可不输人。听姐的话，安心走，不要担心我，我会比任何人都过得好。然后，等你来接姐回家。魏爷爷好手段，只是领命行事，狮子恕罪。小姐，走远了，进去坐会儿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别让他开心的离开，恐怕等不到回家了。齐赵叔叔刚刚出手，今日探听虚实的人必定不少。等过了今夜之后，我再偷偷回到车队里。殿下有没有想过，徐骁是故意把你留在徐凤年身边？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羁绊，还能真吗？可人心不会假，就让我陪他走完龙虎山这一程吧。殿下，如果徐凤年在龙虎山遇险，救还是不救？为什么不救？如果我出手救他，就等于告诉全天下，徐家和西楚并非仇敌。到那个时候，徐凤年可就没有退路了。曹先生武功高，棋艺高，学问也高，就是对这女人嘛，不太了解。何出此言？徐凤年没有退路才好啊。到时候殿下就能把他一起带回西楚啦。齐赵叔叔，我想吃猫。你不要这么残忍吧？还乱说话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
你以后说话小心点，不然你家猫后果可不好说。偷偷说2句行不行？最好别让我听见。喂，你等等我，喂。我上去看一眼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能让人刺杀这小子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谁都。江离不在，世子沉默许多。江离是侍女，你也是侍女，你就没有想过取而代之？世子将来可是北凉之主，权倾一世呢。哎呀，为了躲避官府耳目，江离今晚不会回来了。我知道。你真打算放他走啊？我又打不过曹长青。你若想留他，我来对付曹青衣。那丫头资质超凡，适合传我衣钵。那前辈可以到西蜀去收徒。你真不想留他？想啊。但江离不只是我的侍女，她有她自己想走的路。我不能把每个人都死拉在自己身边不放，这对他们不公平。蠢货！啊？十足蠢货！我吗？难道是我呀？反正我也打不过前辈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看到你使两袖青蛇了，还行吗？一塌糊涂。看来我资质一般。为什么是两袖青蛇，不是两袖青龙？这名字也有讲究。腾蛇化龙，龙虽然高贵威严，可一旦变作龙，也就成了传说中仙人诸神的麾下走兽，仙家坐骑。只有未化龙的蛇，心中才有斩破一切的野望，才有往上攀爬，哪怕是和自己争斗，也要吞噬天下的狂妄。记住青蛇真意，才能用出真正的两袖青蛇。人若是屈服，就失去了这份不羁。向谁屈服？向自己的心。人会害怕，会绝望，会恐惧，会退缩。你心里面的种种折磨牵扯着你，不让你往前行。真正的两袖青蛇是斩心之剑，斩断心中的恐惧，才能踏破束缚，去走自己选的路。剑术、剑招、剑意都不重要，明白这些，才是两袖青蛇。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这巫术在徐凤年心中弥足正对，通过图形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这图中的天龙会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巫术在他眼前再死一遍，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。一个废了的徐凤年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，这对皇族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。我去接世子下来休息。报告将军，赠银边捡到一盒子，上面贴了纸条，说是献给世子。很轻，不像有机关。怎么了？是王妃京城玉符那一夜的消息。不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查到蛛丝马迹吗？必须
先让世子过目，你守住营地，别让任何人接近。好。加强戒备。是。